謝主席、行政長官、各位官員、各位同事。長官琴日發表嘅施政報告展現出穩健務實嘅特點，方針清晰，措施具體，沒有空談口號，體現咗以民為本嘅施政理念。行政長官早前喺第15屆全運會開幕時致辭指出，全國運動會係促進澳門融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重要契機。澳門將秉持灣區同心、全運同行嘅信念，為海內外朋友展示活力澳門嘅獨特魅力同一國兩制嘅豐富內涵。對澳門全運會唔單止係對辦賽能力嘅全面檢驗，更係貫徹國家體育強國戰略，深化文旅體融合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嘅重要支點。請問行政長官，如何以全運會為戰略支點，充分釋放賽事紅利，推動體育產業提質升級，構建具持續競爭力與文化影響力嘅發展新模式？透過以賽促旅、以賽興文，推動體育盛事與文化旅遊深度結合，進一步激發文旅體融合乘數效應，開創跨界共生嘅新格局，將賽嘅精彩轉化為城嘅進步。推動城市品牌塑造與培育體育人才培養，打造具國際視野與本土特色嘅體育文化城市新名片，並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賽事聯動網絡，推動區域間嘅賽事合作與體育文旅產品共建，提升澳門響全國體育文化版圖中嘅功能定位與戰略價值，為多元發展注入持續嘅動力。多謝。多謝阿梁議員提出嚟15問呢，確實今次粵港澳大灣區嘅，琴日我嘅記者招待會都講啦，係提供好好嘅即係嗰個場所，俾我哋點樣融合發展。將來呢，今次嗰個協同效應非常之好。嗰個協同效應呢，係唔單止區域之間嘅協同效應，係我哋澳門呢，係利用呢個機會呢，係將我哋嘅發揮澳門我哋嘅所長，就係體育賽事加演藝。譬如嗰晚大三巴嗰個音樂會好，我好靚，但係我而家唔方便去啫。即係以前都有嘅，真係即係類似咁嘅樣，體育旅遊。我相信淨係體育啊，體育界我哋接待咧，佢啲講咧，佢琴日都仲，我仲記得呢個數字2486。其中係1397名運動員，但係佢有一個團隊嚟噶嘛，好多噶嘛。佢個團隊裏邊啊，佢個個省裏邊好多有領隊啊，有技術啊，全部佢嚟晒咧，唔係淨係1397個運動員運動啊，佢會咁佢一段時間喺呢度噶嘛，所以咧就係將來大家利用呢個契機好好檢討。我林司長都有諗法㗎啦，係啊，出年。我哋嘅賽車，譬如今次賽車、全運會、演唱會，如果下一步我哋嘅大型嘅休閒企業發動佢哋嘅嗰個能動性，喺世界上有啲大型嘅體育項目，我哋有 NBA 嘛，即係類似唔一定係 NBA 啦，即係大家聯動，有個協同效應，所以呢，將我哋澳門啊活力之都真係喺呢方面呢。休閒中心嘅地位同埋作用可以體現出嚟，大家大膽嘗試。明年我哋總結呢個經驗，好啊！你呢個建議好好，因為切合澳門嘅環境實際，亦都我哋有條件啊嘛。我哋有舊城區，有中西文化嘅沉澱，我哋有大型嘅表演場所，有東南西北，北上又好，坐飛機又好，坐船又好，交通網絡又方便。你如果係個兩個鐘頭去到好遠嘅啦，你半個鐘頭去到拱北，或者係你坐個船，而家嗰個金巴去香港，你又真係5大洲飛嘅啦。所以咧，其實好好，我哋有咁嘅條件，亦都建議你好好諗諗，用你嘅嗰個能量去規劃下，協助大家一齊去做，好啊！